首戰就係決戰，首戰就係決戰，首戰就係決戰。呢句說話就係預言嘅。邊個有讀嘅解放軍講咗呢句說話？因為歷史上中國軍隊有兩場仗，喺近現代史上都係首戰就係決戰。一個係劉公島甲午海戰，首戰就係決戰；另一個就係古寧頭收復台灣。上一次收復台灣，金門首戰就係決戰。因為正常嘅戰爭應該係一場戰役接住一場戰役喺打，首戰就係決戰。即係咩意思啊？首戰咧就係決戰，即係第一波衝上去，翻唔到嘅，輸嘅，即係全軍覆沒嘅。佢首戰即決戰就係咁解。所以張永霞佢哋就係擔心首戰即決戰啊，咁真係一語成嘅。結果呢個250又唔信啦，咁全部都係亡國之神啦，朕先至係中興之主。你睇睇亡國之神，全部一個個都係食飲嫖賭、貪污腐敗啊，腐蝕嘅初心啊，所以一定要打。佢隨住美伊戰爭、美伊談判破裂，呢一刻美國已經調派駐沖繩嘅31海軍陸戰遠征隊。美國第31海軍陸戰遠征隊咧就駐紮咗沖繩，2500人齊人齊裝，帶埋設備同兩棲攻擊艦已經去咗伊朗。跟住駐三迪亞哥喺第11海軍陸戰遠征隊都係一樣嘅，嗰個係31，呢個係11，人數都一樣多，都係4艘兩棲攻擊艦，帶住大量魚鷹直升機同 F-35，呢2500人就係配備咗嘅裝備，有 V-22 魚鷹，有 F-35，海軍陸戰隊版嗰隻 F-35 就係可以垂直起降嗰隻。佢哋兩隊加埋2500人就係5000人。本來呢5000人係針對台灣嘅第一波5000人，而家全部都去咗波斯灣，就係呢2個禮拜發生嘅。即係話美軍嘅西太平洋而家已經冇咁快速反應部隊，海軍陸戰隊嘅快速反應部隊成個編制都調走晒。而家呢一刻美軍喺印太防衛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缺口，就係因為伊朗戰爭拖咗咁耐都未解決，已經進入咗地面戰嘅階段。佢將原本針對台灣嘅海軍陸戰隊主力第一波呢2隊海軍陸戰隊嘅31同11呢2個特別行動隊，佢哋2個陸戰遠征行動隊戰鬥力基本上1對1，甚至仲勁過1對1都贏中國嘅海軍陸戰旅。所以你調走佢哋嘅，你睇下台軍嗰邊如果出事就大啲啦。你睇下沖繩同聖地亞哥本來係2到6個鐘就可以到位嘅軍隊，沖繩嗰啲2個鐘就到台灣，聖地亞哥嗰啲6個鐘之後都可以出現咗台灣海岸。你而家6個鐘6日你都翻唔到嘅，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缺口。所以呢，美國海軍陸戰隊就特意前往喺伊朗嗰邊嘅海域，準備去搶奪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嘅霍爾木茲海峽啦。佢哋嘅呢支隊伍嘅全名就叫做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翻譯過嘅即係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咁呢啲遠征部隊其實就係美國，亦都係成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當中最為強大、最具有威懾力嘅核心攻擊力量。佢每次打仗咧都係第一波出擊，第一批出發嘅。咁陸軍咧，老安，你話陸軍就係空降軍啦，空降兵嚟啲係最快嘅，都係拳頭部隊嚟嘅。有2個，一個係82空降師，一個係101空降師。82空降師其實有3個女，有一個女已經調咗去波斯灣啦，另外2個女而家準備緊。你睇下，如果真係同伊朗開打嘅話，台灣呢邊呢係門戶洞開，弟兄們。今日係幾號？4月13號。大家知道台灣海峽到底幾時先至係最好嘅時間嘛？風平浪靜，海況3到4級，嗰個就係中國最先進嘅嗰個，叫係兩棲步戰車都可以橫渡海嘯，因為冇辣嘛。就呢個月開始，4月、5月、6月，到咗7月以後呢，8月份之後呢，就開始出現咩颱風啊？7、8月份颱風啦，颱風一嚟完蛋啦，颱風一嚟邊個都不能登陸啦。所以4月、5月、6月啊，6月尾聲
有時候颱風就會到咗，咁亦都就係4月、5月，係5月、6月呢個係最好嘅時間。呢個時候我將軍隊調走咗，咁你睇下啦，你要知道共產黨老共一兵一卒都冇調走過，老共嘅福建、浙江72集團軍、74集團軍、海軍陸戰第一旅，你哋自己去睇下。站嘅校友觀眾入邊有軍方嘅，你哋自己去睇下係咪全部都已經就位，早就就位晒啦。中國呢幾支王牌部隊72、74，海軍陸戰第一旅82，巴沙爾係預備衛隊，仲有孝感嘅空15軍，基本上就係一對應住美軍嘅第11特種部隊、第11特種部隊、遠征隊、82空降師、101空降師、101空降師、112空降師咧，佢基本上係兵對兵、章對章，喺抗美援朝嗰陣就係咁樣1對1嚟打過嘅。你阿媽都走咗，佢喺呢度都準備好晒。你要知台灣唔係2000公里啊，台灣淨係得200公里咋，所以呢樣真係太危險啦。我同你講，我從來都冇乜嘢感覺，因為伊朗戰爭久拖不決造成嘅撕裂嘅咁一大個窗口期，如果想喐嘅話，咁應該就係最佳時間。等佢擺平咗，伊朗大軍回防你又喐唔到啦。所以再結合而家呢種感覺咧，你睇佢將鄭麗文叫到北京，到底係和談定係交代下工作啊？認個面熟啊，做個準備啦。我唔係話一定會發生，我只係講有呢個可能性啫。因為真正打仗同贏定輸，其實係上天決定嘅，唔係我哋話事。就好似老潘講嗰句，天命已定，你先至可以入世，你都要帶住個天命。唔係嘅話，你大軍登陸僵持緊嘅時候，台灣又好，菲律賓又好，一個颱風過嚟，成件事呢就颱風一走，台灣海峽7天7夜，呢個海上係走唔到船嘅。你識咩？嗰個大颱風一來，我呢冇補給啦。你帶上幾多？你帶咗幾多彈藥上到，你就得堅持到下一個颱風走。颱風一走 OK 啦，嗰日咧晴雨過天晴。呢啲就係上天決定嘅。你嗰邊有颱風，呢邊嘅颱風，我話人哋嗰邊就可以補給上去。所以啦，真係打起上嚟之後，其實又係天決定噶。包括戰爭都有好多嘢嘅情況，豬隊友啊、神對手啊，呢啲都唔係人可以控制嘅，係上天決定嘅。日本同美國喺太平洋戰爭嗰陣都係一打起上嚟，你睇下，無論係山本56定係尼米茲，其實佢某程度上都係由上天決定嘅，佢哋嘅命運。所以喺老軍頭對戰爭都好敬畏，張海霞佢哋都唔想搞，就係因為佢哋知道開戰係易，但收場就難，能夠100%把握嘅情況好少。中國有句老話，解放軍都有句老話，叫做唔打無準備之仗。而家就係話，到底我哋係咪真係準備好未？呢個先係重點。軍方同習近平之間其實係有分歧嘅，講緊以前嘅軍方啦，之後嘅軍方肯定就冇分歧啦，因為唔同意佢都俾人拉嘅，大家都睇到啦。嗰啲上將而家都冇剩幾多個，咁即係話上將基本上都唔同意，大家都覺得未準備好，唔同意嘅都俾人拉嘅。好啦，而家嘅上將啦，全部都同意晒。仲有邊個唔同意啊？唔同意就繼續拉，所以就係咁。伊朗咧，如果唔喺核問題上讓步咧，美國就冇辦法喺中東落場操作，就變成咗而家咁嘅局面。喺巴基斯坦咩都冇傾成，有效嘅協議，我都係台灣人，絕對支持民主自由，就係因為民主自由喺台灣2300萬人入邊咧，真係深入民心。你喺大陸嗰班你睇嗰班太監啊，成日喺度研究性生活壞處啊，講到頭頭是道，性生活點樣傷身啊，點樣妖嘢啊。但係奧斯卡莫爾，多謝你，祝你發大財啊，你老母。性生活對太監嚟講呢，只可以望唔可以求。依家喺中國大陸有個新名詞叫盤盤，
咩叫盤盤呢？盤就係盤子嘅盤，就係指習近平中國共產黨執政嘅基本盤。基本盤係咩？中國大陸嘅基本盤係咩？就係一班俾人拴住咗狗。你哋睇下，你哋自己腦補下，就係佢9條鏈拴住佢。呢班狗啊，就咁樣拴咗大門口，餓唔餓？半餓唔餓嘅，脾氣又唔好，又唔俾好好餵。呢啲狗嘅狀態就係中國大陸基本盤民意嘅寫照。特別中意咬門口經過啲咩嘢，見到咩都咬。只要門口有隻貓經過，有架車經過，佢都會咬，就係咁樣。呢個就叫盤盤啊，非常好戰。但係呢，佢哋都係俾條鏈拴住，出唔到㗎，只可以喺牆入邊汪汪汪咁咬。你仲唔可以去救佢嘅？哎呀，啲狗真係好慘啊！佢真係慘到爆。我諗嘅，不如我幫佢解開條鏈啦。佢會咬你哋，一咬就咬你隻手，就係嘅。呢個就係盤盤。我哋盤頻道就係想幫佢哋解開條鏈，幫佢哋精神上都解開條鏈。即係你要知道自己係咩人，你要知道自己係狗啊！即係我哋中國大陸14億人民啊，就14億人民話我哋中國大陸台灣要獨立都得，台灣公投獨立。我喺大陸同你一齊投，你投得過我14億人民咩？就係呢啲小粉紅盤盤嘅理論咯。你都唔夠資格，你幾時投過票啊？你係狗，14億中國人啊，你都唔算係入邊嘅。呢14億中國人首先要將你剔除，跟住再將黨員拿出嚟，黨員入邊嘅基層黨員都要剔除，佢最後剩低嘅先係我黨嗰個其實中國共產黨內部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我黨，我黨我國我黨，最後啊就係中南海嗰一小撮人，唔超過300個，加埋秦城嗰300個人，最多都係呢600個人，嗰啲先係我黨同我國。你啊就冇一個無人識嘅小地方，三和大神出租屋入邊呢，攞住個鍵盤喺出邊嗌，我靠，上咗 VPN 仲要攞外國，你都配去投票決定台灣嘅命運？我真係未見過咁厚面皮嘅人啊！人哋屋企點過日子，你都要去投票，你有得投咩？呢個世界上所有國家，呢個叫做常識，所有國家嘅公投都係住咗嗰個地方嘅人先可以投票，唔係喺佢嗰度住嘅人去決定嗰個地方嘅人應唔應該獨立，連呢啲基本概念都冇。你都話要參加台灣公投，你有冇喺台灣做過嘢啊？你有冇喺台灣交過稅啊？你台灣啊話要公投獨立，你求咩冇啊？你可以公投，如果你夠膽投票，共產黨俾你投，你可以決定你嗰個縣要唔要獨立。喺國際上，如果你嗰個縣有3/4或者2/3嘅人口同意獨立，嗰個縣就可以建國。呢啲基本上係國際通用，而家社會通用嘅規則，你自己去投啦。你唔好去台灣投得唔得啊？嗰度又唔係你屋企好過啊！你一世人都未去過台灣，你投咩毛啊？所以呢啲咁多都係盤咧，佢就係仆街唔係人，你明唔明啊？講黃金啦，我個人判斷啫，唔代表投資決策啊。我自己嘅判斷，我唔支持你咁加槓桿。我自己判斷黃金而家嘅底部，因為伊朗嗰場仗咁簡單，而且我覺得有一半機會今年海嘯會出事。如果你係我會冇百刀度詳細同大家分析點解今年海嘯會出事。其實都未必一定會出事噶啦，我都希望唔好出事，因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炎黃子孫，我根本唔想海峽兩岸打仗，打仗就會死人，咁我就唔好過日子啦。你海峽呢邊過得幾舒服，對面都幾舒服，大家好日子過到滿咩？就係有個獨夫民賊，野心咁大，你就搞到兩岸兵戎相見，你咁樣真係要俾人寫入史書嘅。所以我唔希望打仗，但係你有希望係一回事，上帝世界係另一回事啊，佢唔會因為你而代入落去。所以呢，我哋就客觀分析下點解海喺未來幾年甚至10幾年就係佢嘅執政期。今年嘅夏天係春夏之交，係驅動台灣唯一一次機會我相信我哋得到，佢哋都冇得到。如果佢真係動手，你可以想象下台海一動之後，黃金會點走勢。